弟兄姊妹，主內平安。今日係2026年2月19日，亦都係預苦期40天靈修之旅嘅第2日。喺今日主題開始之前，我好想同大家用幾句嘅說話，簡單講下靈修究竟係乜嘢。好多時我哋以為靈修就係祈禱讀經咯。其實如果要講靈修嘅內涵，或者我用以下幾句簡單嘅總括：靈修唔係單單讀經祈禱，靈修係透過讀經祈禱安靜反思，以真實嘅我哋嚟到神嘅面前，使我哋更加認識自己，更加認識神，並且與神結連。喺生活當中，我哋與神、與人、與大自然同埋自己互動當中行出主道，呢一個就係靈修啦。希望大家明白咗靈修嘅意義，讓我哋喺呢40天都堅持每一天嚟到神嘅面前與主結連。今日嘅主題係每日靈糧。弟兄姊妹，我哋都知道，我哋好需要每一日有一個獨處嘅時間，嚟到神嘅面前聽佢嘅說話，跟住透過默禱或者思想反思，去睇下上帝喺我哋生命中嘅旨意，同埋透過讀經使我哋屬靈生命成長。喺呢段時間，我哋當然可以藉着祈禱、感謝，將我哋需要嘅都話俾神知道。同時透過默想上帝嘅說話，應用喺我哋生活嘅當中。所以呢樣嘢對於我哋信徒係非常之重要㗎。每日聽神嘅說話，就好似每日必然要食飯咁樣，我哋叫做靈糧。腓立比書4章6至7節，佢咁樣講，佢話應當一無掛慮，只要凡事藉着禱告、祈求和感謝，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，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裏保守你的心懷意念。我哋要每一日抽時間出嚟獨處默想誦讀聖經，其實當中要克服唔少嘅障礙，例如我哋家務啦、工作啦，都已經非常繁忙啦，面對時間嘅安排實在好大張力。又或者就算我哋有時間，我哋都會同自己講，不如輕鬆下，睇下手機，聽下音樂，甚至懶洋洋咁躺下，都係好好個噃。所以當我哋話我哋要抽一段時間出嚟去讀經嘅時候，我哋真係要靠住聖靈俾我哋呢一份嘅力量，讓我哋每日堅持與主相遇，去讀佢嘅說話。但係其實神嘅說話係非常之甘甜嘅，而且佢嘅教導會使我哋生活得更加輕省，同埋合佢嘅心意。生命充滿神嘅說話，亦都充滿住平安喜樂。詩人曾經咁樣鼓勵我哋，喺詩篇119篇103至105節，請聽我讀：你的言語在我上膛何等甘美，在我口中比蜜更甜。我藉着你的訓詞得以明白，所以我恨一切的假道。你的話是我腳前的燈，是我路上的光。我哋一齊再讀一次啊！詩篇119篇103至105節。你的言語在我上膛何等甘美，在我口中比蜜更甜。我藉着你的訓詞得以明白，
所以我恨一切的假道。你的話是我腳前的燈，是我路上的光。詩人話神嘅說話係幾咁嘅甘美，比蜜更甜。唔知當你讀經嘅時候有冇呢個感覺呢？定係當你讀經嘅時候，你發覺哇，非常之枯燥啊，亦都難明，甚至淡而無味呢？點解會咁嘅呢？不如我試下做一個比喻啊！如果有人話俾你聽，有一間餐廳，佢裏邊嘅美食非常之出名，道道菜都非常之美味。你聽咗好耐啦，你都好想去試下。所以有一日，縱然你工作非常之忙碌，你都選擇去呢間餐廳食一個午飯。不過可惜，當你入到餐廳去 order 完訂完一個午飯嘅時候，其實餐未嚟，你個心已經諗住，哎呀，今朝嘅工作，哎呀，邊度做得唔好，邊度好似搞錯咗。跟住個午餐嚟到，你一路食就一路諗，啊，我晏晝翻去要做啲乜嘢呢？我幾點能夠收得工呢？收咗工我要諗住買餸，究竟買咩好呢？定係我去睇場戲好呢？所以喺整餐飯裏邊，你可以講係食之無味，三扒兩撥你就食完啦。然後當你埋單行出呢間餐廳嘅時候，你真係唔知自己食咗乜嘢，唔好話回味啊，你直頭係覺得好似食完啦咁。今日我哋讀神嘅話係咪都係咁呢？我哋匆匆忙忙嘅嚟到，心裏邊好多嘅雜念，好多嘅嘢去諗下今日做咗啲乜嘢，聽日仲要做啲乜嘢。我哋冇倒空到自己，我哋嚟到神嘅面前，只係習慣式嘅行一個流程而已。喺當中，我哋冇真真正正嘅去睇、去聽、去認識上帝嘅說話，亦都冇安靜讓聖靈帶領我哋進入真理當中。所以我哋冇辦法去感受到神嘅話係何等甘美。而家我先邀請大家同我一齊做一個禱告。天上阿爸父，求你吸引我哋到你嗰度，讓你嘅道成為我哋生命嘅糧食。因為我知道你嘅話係我腳前嘅燈，係我路上嘅光。奉主名求，阿門。跟住呢，我想邀請大家，一陣間呢個 YouTube 停咗之後，你有一個安靜嘅時間，可以先聽一首詩歌，叫做《每一天我需要你》。每一天我需要你，喺當中先再一次安靜自己，留意詩歌嘅內容，然後我想大家反思，你而家讀經嘅生活係點嘅呢？你滿意嗎？你有冇充分嘅時間喺主裏邊聽佢嘅說話呢？請你呢寫低喺你嘅靈修札記裏邊。如果你發覺需要改善嘅，請你都寫低喺你嘅靈修札記裏邊做一個立志。願我哋每一天都願意享受上帝為我哋預備呢一個豐盛嘅糧食，每日靈糧。感謝主，我哋能夠一同嘅去靈修，明天再見。